摔了一下。哎，一下眼睛都没了，弯都没了。我一直在看手机。肯定要让你们选那个观后感。不会的，看了那么多场都没有，还说让我们写观后感。逃出去买了草莓，准备回寝室了，然后因为学习不简单，赶紧回来了。本来都逃走了，你知道吗？都跑了一半了，然后都回来了。是的，我也这么想。我们学校吃虾花最可能。过了个生日，感冒回来了。